Hi，我係二玲，今日煮葱燒豬扒。呢個做法呢會落少少水去炆嘅，咁樣就唔會太熱氣。呢道菜會用到好多葱，將葱白嘅部分另外攞開。我鍾意用梅頭豬扒，跟住用刀背十字形敲散啲肉，兩面都要咁樣做。落一隻雞蛋，少少糖，少少鹽，雞汁、白胡椒粉、豉油、生粉，戴上手套，將啲肉按摩幾分鐘，最尾落少少油，包上保鮮膜，醃佢幾個鐘或者隔夜更加好。平底鑊落少少油，將葱白攞落去煎出香味。中大火將豬扒煎金黃色，跟住再反另外一邊，再煎成金黃色。兩面金黃色之後，就將豬扒同埋葱白夾起身。原鑊落油，將啲葱段全部擺落去，煎出香味之後，將豬扒擺落去，落半碗水，落少少生抽、老抽、蠔油，多少少糖。冚蓋煮佢幾分鐘，見到啲汁收得差唔多啦，咁樣就完成㗎啦。豬扒起鑊，將啲葱汁淋上面。呢個豬扒非常之腍㗎，食起身呢一啲都唔會柴。嗰啲葱呢都非常之入味㗎，送飯一流，小朋友最鍾意㗎。